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但以理書第2章第1節至49節，主題係尼布甲尼撒的異夢。作者喺但以理書第2章記載，尼布甲尼撒王發咗一個夢，之後就召全國嘅術士同智者嚟，要佢哋講出個夢嘅內容，同要解釋埋夢係乜嘢意思。如果做唔到，就要處死。結果啲術士全部都冇辦法講解。但以理知道呢件事之後，就求王俾多啲時間佢。之後但以理就同幾位朋友一齊向上主祈禱，求上主啟示俾佢。上主就喺夜間異象入面，將個夢嘅意思透露俾但以理。但以理因此讚美上主嘅智慧。但以理向國王解夢，王見到一個巨大嘅像，代表住幾個唔同嘅帝王。個頭係金做，胸口係銀做，肚同大腿係銅做，腳係鐵做，而腳趾就係半鐵半泥做。最後有一塊石頭擊中個像，將佢全部打碎。但以理解釋話，嗰塊石頭代表神嘅國度，永遠都唔會衰敗，亦都勝過世上所有嘅帝王。尼布甲尼撒聽完之後，承認但以理所信嘅神先至係真神，仲賜俾但以理尊榮同權位，叫佢管理整個帝國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但以理書第2章記載，但以理求王俾多啲時間佢。之後佢就同幾位朋友一齊向上主祈禱，求上主啟示俾佢。咁當你遇到危機嘅時候，你會唔會好似但以理一樣，第一時間去倚靠上主，向上主祈禱呢？